哇！ta da！咁上一次我答咁多，唔緊要啦。牙膏係咪可以刺激暗瘡令佢快啲好？牙膏咧就留翻刷牙用啦。其實咧呢個都屬於一啲偏方嚟嘅，一般唔建議咁做。雖然有機會令到個暗瘡快乾啦，同埋有少少嘅消毒成分，牙膏含有嘅化學成分都比較多啦。其實有機會會刺激到暗瘡，令佢更差。本身有暗瘡問題咧，都建議揀翻真係專貨暗瘡嘅一啲產品。好多時佢哋都係有啲抗菌啊，又或者係控油嘅功能啦。咁所以揀翻相關產品就會安全啲同埋有效啲去處理暗瘡。牙膏就留翻嚟刷牙用啦。哦，好似好長喎。係一條好多人問嘅問題啊！暗瘡係咪一起即刻擠走就會快啲好呢？擠走當下呢，你可能會覺得係好似即刻平滑咗好多啦，甚至覺得係有消腫。我哋自己都未必係識得正確咁擠啦，過後咧可能會令到個情況更加嚴重啦，發炎得更加勁啦，甚或者會增加啲感染嘅風險。暗瘡一般咧就係啲膿啊或者啲細菌，其實佢係有個袋咁樣匿咗喺你啲毛孔啊或者毛囊度，擠佢嘅時候咧，其實佢爆開咗會擴散到去其他地方，咁所以咧都盡量唔好去擠暗瘡啦，除非你想留疤啦。好恐怖啊！最後係啊，好啦，大家記得忍手啦。掂過暗瘡再掂面部，其他位會唔會傳染呢？暗瘡本身都係有啲細菌喺入邊，掂完暗瘡之後咧，佢再掂其他位置咧，係有機會將啲細菌帶落去其他毛孔度，令到個暗瘡發喺其他地方。盡量唔好手多多就去成日摸塊面啊、咬塊面。我哋手上面嘅細菌咧，好容易帶到上面部，令到咧暗瘡更加多嘅。Oh no！除咗忍手唔掂塊面之外咧，經常接觸到塊面嘅一啲產品，其實都建議定期清潔翻啦。譬如係手機膜啊、枕頭套啊，同埋一啲化妝掃等等咯。維他命 C 係咪可以預防暗瘡？雖然維他命 C 咧對於皮膚健康本身係有啲益處，包括佢可以係促進一啲膠原蛋白嘅增生啦，有抗氧化、抗發炎嘅作用，同埋都可以去減淡暗瘡所引起嘅色素沉澱。但係對於預防方面，真係作用有限啦。有啲含有維他命 C 嘅配方咧，其實可能對皮膚都有刺激性，未必人人啱用。大家都要評估過自己皮膚嘅情況咧，先去用一啲維他命 C 嘅產品啦。最好大家都揀翻一啲相應即係防暗瘡嘅產品去處理翻啦。好。點樣先可以減少暗瘡印啊？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。暗瘡印分幾種啦，有一種咧係啱啱你生完暗瘡，佢有啲泛紅嘅情況，嗰啲暗瘡印咧，其實一般咧你唔好去搞佢咧，佢慢慢都會自己好翻嘅啦。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可能一啲啡色嘅點點啦，就係暗瘡好翻之後咧，一啲色素沉澱。咁呢一啲暗瘡印咧，其實一般用一啲色素沉澱嘅產品啦，例如杜鵑花酸啊或者維他命 C 啊，其實都有機會去幫助到去快啲去淡啲嘅。最後咧又有一種就我哋成日聽嘅凹凸洞啦，屬於一啲真係永久性嘅疤痕，比較少會自行好翻。呢啲咁嘅凹凸洞咧，搽藥膏都未必太幫到手，反而咧可能要利用一啲醫美嘅療程啦，去幫佢去康復咯。唔想皮膚流啦，有呢啲凹凸洞嘅話，記得要忍手唔好擠暗瘡啦。係咪洗面洗得越多越好呢？冇咁多油係咪就唔會起咁多暗瘡？洗面咧就唔係話洗得越多越好，洗得太多咧可能會令到暗瘡嘅情況更加惡化。建議早晚各一次就足夠。過度清潔嘅話，洗走晒皮膚上面嘅油脂咧，身體就會覺得佢乾啦，都可能會比較容易敏感啦，咁反而就會再產生多少少油脂去做翻補償咯。呢個情況可能會更加容易失毛孔添。有暗瘡嘅情況都記得揀翻啲安和啦，或者適合暗瘡用嘅洗面奶啦。洗完面之後咧，都記得做翻好保濕，咁就會令到暗瘡冇咁易發㗎啦。
咁如果中意我哋條片咧，就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拜拜。拜拜。其實暗瘡真係好麻煩，乾得就唔得，油得就唔得。真係。